新闻头家先来关心天气。入冬头一波寒流报道，今仔日愈暗愈冷，一直到拜一透早，会是这波寒流上有感觉的时阵。台南以北温度上低，可能敢若剩6度至8度。气象局嘛针对台东平湖以外，全台20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。不过，根据上新的统计，湘北、桃园地区为昨到今已经有43个人生公死，无排除是低温所致。请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室内、室外温差，穿好烧。今年第一波寒流来到台湾，民众会感觉愈暗愈寒。为17暗时到19早起是这波寒流影响上明显的时阵，上低温的部分，台南以北有可能剩6度到8度。气象局早时也已经发布低温特报。比较明显的低温呢，主要是出现在今天的晚间以及明天的晚间这2个部分，都分别有一些比较偏低的气温。整个低温的范围比较广的情形呢，是出现在周一的清晨，这主要是由于寒流以及辐射冷却的影响。虽讲17早时因为方面通过，气象局也有针对北部地区发布大雨、大水雨特报，其他地区也大部分拢有雨，但是为18早时开始，雨水就会减少。明天白天开始，整体的降雨是逐渐的趋缓。那主要的降雨呢，就是以整个大台北东半部这些比较迎风面局部的地方，会有一些零星短暂的降雨。气象局补充，中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，北台湾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可能落雪。另外，虽然22日气温就会大大回升，但是21暗时，还有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会来到台湾，到时会有早暗温差较大的状况，但是较无雨水。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。